好，过来继续读落吼。第三项是三道的记号，就是你要读，你要学读白话字的四个角度，其中第三项就是三道的记号。起头用两字倒做一字，咸菜用三四五字倒做一字也有，就是白话字有的是两个字母倒做是音嘛哈，有的嘛是爱用三个字母啊四个字母安尼吼，倒做一个音。总是人着认识看某字斗某字，看某字斗某字是什么字吼？就是你要捌这个拼音啦吼，即嘛人讲拼音，就是每这个母音这个字音到迄个母音是读起来是安怎样吼？什么字吼？这个一个看字就会认得就是你要识到这个程度啦吼。其实这袂讲介困难吼，咱看了 PA 就是波啊巴嘛吼，看了 TA 就德啊达就拢会晓吼，拢免用切音来吼，就是你毋免干嘛看到 PA 就爱去念波啊巴，你一看就知影念做巴吼，TI 你一看念做 D，还是讲 KA 一看念做加吼。着学到安尼，才通算是捌白话字的人。第四项过来第四个法度，伊讲的法度就是方法。第四个方法就是着明逐号的记号，因为有起句甲人名、地号名的记号，拢着用大本的字下伫头字来分别伊。佫有佫有教佫有教句未教杂是用一点挂有拖尾做记号，就是拄则讲这个记号拄则一开始是讲你若是人名、地号名，爱头一字啊大写，伊讲叫做大本的记号大本的字叫做头写，咱讲头伊个大写伊讲头本的字。佫有教句未教杂，就是标点符号啦我叫标点符号、标点符号，比如讲教句未教杂就是用这个逗点是用一点逗点伊是解说啦，解说什么叫逗点，就是用一点挂有拖尾做记号，安尼叫做就是逗点佫有教杂，还未教明白伊的代志的，是用伊即摆要介绍的，这个是分号啦分号就是用伫什么情形，就是教杂还未讲明，还未讲明白伊的代志，就是教杂，但是伊的经过这个代志还未讲煞就用分号甲分开是用伊无讲分号啦，伊就解说讲这个分号是安怎写，是用顶面一点，下面一点，挂有拖尾做记号亲像安尼。过来是啥？过来是句点，佫有教杂已经讲明白伊个代志个，是用一个圆点做记号，亲像安尼。过来是过来是啥物？连二号佫有三连句，不论两字还是三字，是用一位伫中央做记号，亲像安尼，就是连二号啦连二号。佫有画尾是用两小位下伫尾字，你即满要解说，就是即个写轻声符号，迄个相连号佫有画尾
是用两小位下伫马字的中央做记号，亲像安尼。搁有，搁来是问号吼，疑问号啦吼。伊讲搁有问的记号是用一弯翘下面加一点做记号，亲像安尼。伊规说较足详细、足精确吼，因为即个标点符号是即个以早吼汉字册内底无的啦吼，因为标点符号这是其实是西洋来的吼，所以讲啊足详细，免啊为免啊撇吼。搁有奇怪甲土气吼，奇怪甲土气吼，就是咱即马讲的，华语叫惊叹号吼。搁有奇怪甲土气，是用一直徛下面加一点做记号，亲像安尼。搁来是要讲遐，搁有因姓册，还是别号的册的话，头用2点挂拖尾，交起。伊个这是两个 quotation mark 吼 ，quotation mark 就是引号吼，但是这引号毋是中文内底引号是一个挖角吼，即个英文内底引号是2点吼，伊讲2点，但是这2点是安怎？伊讲头用2点挂拖尾。哦，这2点有拖尾，但是迄拖尾是高起，就是镜头高起哩吼。头用2点，拖尾高起，尾面用2点，尾面用2点，挂拖尾高落。哦，这尾面应该是尾流啦吼，那个尾面吼，我查者为什么叫尾面？一个大理大书店看收尾面这个意思。尾第2声，面第7声。哦，大理店有收尾面吼，尾面当然听这个英文2个意思吼，一个是后尾溜吼，一个是 horse 的面吼 ，horse 的尾嘛吼，四支脚走足紧的迄种尾尾面吼，尾面。咱即嘛看这是无溜啦吼，尾溜吼，迄个意思吼。尾面有例句吼，尾面厝，这大理店有一寡例句，咱来看吼。第一个解说是，无端尾端吼，比如讲尾面厝，尾面厝吼，无面厝。第二个解说是最后结局，比如讲尾面代志，煞花去，尾面代志煞花去，最后代志煞花去的意思吼。好，咱个转来继续读。哦，中间2点高落嘛吼，亲像安尼。当人若即个法度留心记去学，当人若即个法度留心去学，怎样着起，怎样着煞啊？有字着读，有字着读较重，有字着读较轻，读到熟悉就读一个白话字，比读什么？我后一页。
翻译哈，翻译我把这个拼音给我那个翻译一下。好，顶头伊个网站我已经 update 啊哈，即嘛头后一页，后一页，或者进前是讲啥？我搁念一下头前一页即个上尾溜一段哈，就读即个白话字比读中国字较好听，意思也较过明。过吼，即个过咱已经伫咧即个拄则所写文章内底学足侪遍啦。伊讲伊用过来表示讲较快吼，较容易吼。我说意思也较过明，就是意思较容易明白吼。论到写字也是，论到写字也是安尼。对安尼看，白话字实在有大利益。咱减毋着对重留心来学嘛。好，来这篇读煞哈，这篇白话字的字读煞。过来写，这是一条，这是一条诗，一首诗啦哈，一首歌诗会使唱哈。好，咱来个读一下。我先看一下乐谱，先来读安怎唱。咪瑞哆哆啦啦，哆咪瑞咪瑞哆哆啦啦嗦，哆西瑞哆嗦啦嗦嗦咪嗦，嗦啦嗦嗦咪瑞。咪瑞哆哆啦啦，哆西瑞哆。这条歌应该大家真熟啦，应该捌听过啊。咪瑞哆哆啦啦，嗦哆咪瑞，咪瑞哆哆啦啦，嗦哆西瑞哆，嗦啦嗦嗦咪嗦。嗦啦嗦嗦咪瑞咪瑞哆哆啦啦嗦哆西瑞哆。好，安尼咱来读这个诗的时阵，就知影是安尼唱哈。甚至咱来再唱看觅哈。耶稣属我，伊这个属是属罪啦哈，属我的罪过哈，罪过就是罪过啦哈。呃，这手是这首诗哦，这首诗用手做这个诗的单位。这首诗本是诗牧师翻译的，写唐人字，分互人看。但阮用白话字印伫一年。印伫一年，你遮的款吼，这个一年应该是这个位啊吼。将将耶稣属我，迄句解说就是讲耶稣属伫我的歹势吼。耶稣属我，毋是属罪，毋是属我罪过吼，是耶稣属伫我吼。歹势我拄则讲着。毋是讲耶稣赎我的罪，我说伊而且嘛是解说了，因为伊毋是用汉字，汉字当然一看知影，这个是归属的属，还是赎罪的赎。
俗吼，啊，因为敢若写音吼，所以伫即只解解说互你听，讲这是属伫我吼，毋是属我的罪吼。好，好，咱来唱一条歌吼。我看用唱吼，咪瑞哆哆啦啦，嗦哆咪，嗦哆咪瑞。甲我有的朋友也诉说我，咪瑞哆哆啦啦，嗦哆西瑞哆，伊所听我不，伊所听我不休，也所也所哆西瑞哆。亚索小亚索，这边呢情况我无解清楚。亚索小歌，亚索小歌，有可能哈。这只一句讲，伊所听我不休，应该是就是讲听我无休困，无停休的意思哈。嗦啦嗦嗦咪嗦。世间快乐紧贴，朋友交陪怪世，我都安心无价，也所小我哈，应该是安尼唱哈。世间快乐紧贴啊，世间的快乐就紧就消失了。朋友交陪快世，哦，这个世应该是。朋友交陪快些，朋友的交陪，朋友的关系嘛真快的。这个说是说可能是说来早者吼，我又是手腕的意思吼。咱来看说无收啊，大理大书店无收，是说的意思吗？嗯。好，查到哈，大理大书店吼，伊收的音是衰，衰是泉州腔吼。大理大书店收音的原则主要是以泉州腔做主流音吼。啊，伊的解说是第一，人人无捌叫做衰吼，就是我讲稀稀疏疏数万迄个疏嘛吼，汉字嘛写迄个疏啦吼，稀稀疏疏迄个疏，读做衰吼。或者是西是漳州腔吼。啊，伫即只是伊讲，朋友关系，交陪快西，意思是，这是用漳州腔，啊，你若是泉州腔是朋友交陪快西，西是关系，第二个意思就是关系疏远吼，所以我约着吼，就是即个字伫个即个西也是西吼，泉州腔西，漳州腔西吼。伫个大理大书店的解说两个，一个是第一个是人人无捌吼，譬如讲这例句是讲树仔种了伤细，树仔种了伤衰吼，毋通伤衰，也毋通伤捌吼。第二个解说是关系疏远，例句是比如讲亲衰，亲情是亲情，总是较衰吼。亲疏亲就是诚亲密啦，疏就是较疏远吼。亲情是亲情，总是较疏吼。有人讲话是有例句是安尼讲吼。啊，阮的即个老传腔是讲疏吼，疏哦，老传腔毋是讲疏是疏，歹念吼。好，过来继续来唱歌吼。世间快乐平替，朋友交陪快乐，我都安心无价，也
耶所小我，我独安心无假。我独安心无假，耶所属我。这只应该是我独安心无假啦吼。好，来唱第二段，咪瑞哆哆啦啦吼。这虽然高楼过山，虽然高楼过山车，吼呀呀咪嗦哆咪瑞呀嗦小我。我欠亏主无赎无救，以保卫所咪瑞哆哆啦啦嗦哆西瑞哆，我欠亏主无救，以保卫以以保卫最体恤，嗦哆西瑞哆对，嗦哆西瑞哆。以保会做，以保会做退休，哎，一个音毋知要安怎唱吼，加一个字啦，毋知保会做退休。咪瑞哆哆啦啦嗦哆咪瑞，我今嗦哆西瑞哆，对，我这第二段个定来吼。虽然到老阁散，耶稣属我，我信靠伊帮赞，耶稣属我。哦，我拄则唱毋对啦，歹势。我信靠伊帮赞，耶稣属我，耶稣属我。我欠亏主保佑，伊保护做体恤，带望到结局，耶稣属我吼。我欠亏主保佑，伊保护做体恤。我欠亏主保佑，这个保佑什么意思呢？来看卖啊，看，里底有修个保佑，保佑 CHIOK 四声，无修，保第二声，祝第四声，无修保佑。我找台语有无？台语嘛无呢，保佑。当然会当小摇一个啦，吼，就是我欠亏主保佑，我欠亏主的保佑甲祝福，吼。我意思是安尼吼，保佑保护迄个保护迄个保吼，祝福迄个祝吼。我欠亏主保佑，伊保护伊的保护就是话个叫保险哈，宝贝保费哈，费地哈，blood 保费哈，保护做退休，退休退休就是代替我赎罪嘛，退休。带望到结局，耶稣属我哦。带望到结局，就是这个引带啦吼，互咱有望一直到上落尾吼，上落尾。也基督教就是世界末日的吼。好，第三段，我阁袂记安怎唱。咪瑞多多啦啦吼，第三段。虽然孤身远在，也所小我对敌家无陷害，也所小我渴求主正心，情意的
知识造成，脚影对着关联，也所小歌。哦，来过谢谢哈。虽然古圣原在，虽然古圣原在，耶稣属我。意思是讲，我做一个人，我有一寡旧的习性，抑佫伫诶啦吼，甲无改掉啦吼。但是耶稣犹原属我吼。对着假无陷害，哦，对着假无要陷害我，但是因为耶稣属我，我靠救主正实。我靠救主诚做圣，诚做圣人吼。称义知识做做成，称义就是因信称义啦，迄个耶稣基督内底一个用词啦吼。因为你信因信称义，就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，所以你会当讲是好的吼，你会当讲你是好人啦吼。知识做做成，知识做成，做成是就是因为我靠救主嘛吼，会当正成称义，得到知识做成吼。做成就是讲头前即拢会当做成啦吼。较赢对着关联耶稣属我吼，就是安尼吼，会当赢过即个对着赢过你特别的关联吼。关联就是伊的开力吼，伊的能力啦吼。好，第四段，过来读，过来甲唱一个吼。第四段，咪瑞哆哆啦啦吼，我这个起句要怎唱，定人袂记。原主紧来变化，原主紧来变化。咪瑞哆哆啦啦，原主紧来变化，耶稣小我心那已变化，耶稣小我。车到合本沿写，路远甲主人食，久长阳光高野，耶稣小我。好，解释一下哈。原主紧来变化，原主紧来变化哈。耶稣属我，我心伊荣华，我心伊荣华吼。我身躯像伊的荣华哦，就是你看第一句讲，我主紧来变化，就是求主紧来变化我啦，改变我就对了哈。我的身躯，我的身体，像伊的荣，亲像是上帝的荣华哈。接到合分也是也是也接到合分也是接到合分印下哈。接到合分印下，我变调唔对哈。第五声变第三声印下，接到合分印下合分本来是合分印下，合分什么意思？啊，这个字典合第八声，分第一声。哦，合婚就是结婚的意思哈。接到合婚宴下，宴下
接到合婚宴舍，吼，就是接我到结婚的这个宴舍，吼，宴舍就是宴会啦，吼，接我到合婚的宴舍，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含主结连的吼，迄个宴舍。乐园甲主啉食，吼，伫个乐园内底含主来斗阵来啉食，吼，啉物件食物件，吼。久长阳光到夜，耶稣属我，吼，有到夜的久长长的阳光，吼，耶稣属我，好，好啦，这条诗歌解说说吼，过来，咱来读后一段。劝人地言，就是伫咧即个歌谱下底吼，即段劝人地言，伫托尼基，就伫托尼基国有一位本地牧师是青年的，名做约翰。伊虽然青年，若是性切比别人较深知。当时一位牧师用地言的道理来勉励人。当时这位牧师，歹势吼，当时这位牧师用地言的道理来勉励人。地言是什么意思啊？劝人地言吼，拄则是劝人地言，我都无解理解的意思吼。地言，咱来查下地言什么意思？第五声言，第五声地言好修。有啥物代理店？遮拄好拢无收。地言，阮大概出讲啦，地言。OK，好，地言伫个出大概有收啦吼，收伫个分别是收伫1976，歹势，听到1957台湾语常用语类吼。1976年 Marino 大英词典，1979吼 Marino，过来是迄个2009 TJ 台语白话小词典吼，叫地言吼。地言什么意思？咱来学吼。哇，是今仔真欢喜学到这个词吼。地言汉字吼，有人写做1957台湾语常用语类吼，写地某去地字吼，地某去地字，关钱迄个关字，伊用这两字汉字地言。Marino，这是Marino 无汉字啦吼。TJ 白话台语白话小词典无用汉字，所以毋知汉字写。好，地言。伫个即个支那民国即个教育部诶，即个汉字是用地木嘅地字，言是用盐分嘅盐字，吼，等咱个化盐迄个盐字吼。地言1957台湾语上语类有即个例句吼，伊是用日本做例句啦，所以其实即本是应该是本来是日本诶词典，我来查一下原册。哇，即本词典真古锥吼，伊诶即个白话字诶字母是用手写吼。
而且而且伊的字母伊毋是白话字吼。哦，今日你才看到，毋是用白话字的即个印刷品吼。伊的第即个像 D 即个音吼，伊毋是 T 吼，用 D。dog 迄个字。地缘我要做即个地缘，毋知伫倒位。伊这是要安怎测？我看不啥有看。我就只好一字一字查啦吼，一字一字看。第五、第元、第一，因为伊即个读音的方式含白话字无共吼。譬如讲地缘，伊写 DEJAN 吼，所以我看吼，伊是用日语解说吼，所以我嘛看无解有吼。地缘动词寄付，就是募款吼，寄付。伊写用即个募款的募字，寄付募字，即个无歹势袂晓念吼。好啦，来看一下即个找台语已经有我感觉伊无解说，伊嘛是用日文吼。话言例句是：四过去甲人，四过去讲地缘，四过去讲地缘，就是四过去讲无钱啦吼。例句第二句是讲，无人要甲地缘，无人要捐钱互伊吼，无人要甲地缘。所以地缘就是募款吼，即嘛人敢若讲募款，古早讲地缘。好，咱转来遮吼，继续看即个教育公报一段，讲劝人地缘，就是劝人募款吼，劝人捐钱啦。伫土耳其国有一位本地牧师是青面的，名做约翰。伊虽然青面，若是性册比别人较清在。当时一位牧师用地缘的道理来勉励人。当时这位牧师啦，毋是别位牧师，是这位牧师用地缘的道理来勉励人。有一人听见，就将伊的意思大略记伫册里。当请恁听伊所记的话，吼。要来讲这个牧师所讲的地缘的这个主题，吼，到底讲关钱的这个主题，吼。约翰牧师将马勒基书3章第8节到第9节，第8节到第10节出做题目，就是讲人检通骗上帝嘛？若是恁牛骗我，恁讲若是恁牛骗我是啥意思？若是恁牛骗我超工无变调啦，我一字念。若是恁牛骗我是啥意思？我看无。恁讲怎样骗你？恁问讲为什么你骗你？应讲无60分的一分，无现礼物。人怎通骗上帝？若是恁牛骗我，恁讲怎样骗你？讲无60分的一分，无现礼物。无力啦，歹势无力，毋是无力啊吼，我拄则念着无力
无纳钱就对啦吼，无纳10分的1分，就是无纳10分的1分，就是基督教内底奉献的，一个因的要安怎习惯呢，还是讲因这其实嘛是圣经规定的啦吼，讲你要献10分的1分啦吼，华语叫做11奉献吼，10分的1分哎，奉献到上帝吼，啊讲恁无60分的1分啦吼，无献礼物，恁通国的百姓无骗我吼，啊恁所以恁意思就是安尼，所以恁咧骗我吼，无一个无你甲我骗的吼。则着受咒杀吼，恁拢大家拢骗我吼，要爱受咒杀。万人有会主也好话讲，着纳10分的1分来入库房，互伫我的厝得着甜的米，得着甜的米吼，得着甜的米。哦，这段我搁念一遍吼。着纳10分的1分来入库房，吼，互伫我的厝得着甜的米，哦，因若无拍毋着你，意思就是照里面的意思就是讲啊，恁60分的1分来入我的库房嘛，吼，互我的厝内得着甜的物件，吼。这个甜的物件，我感觉直接用遮怪怪，是毋是甜啊？互我的厝得着甜吼，甜就是软液吼，就是高压软液，将这来试我，听候我安怎？这印刷无介清楚，看无吼。依法天会徛互有春的福气，拼落来算袂了。哇，这段因为印了无清楚，看无介有吼，过来甲看一遍吼。听候我，听候我，什么天会徛互有春的福气，拼落来算袂了。这个徛字我毋知意思吼，有这字吗？敢有这字 ？KHIAH，KHIAH，徛哦，徛就是空芳啦吼，歹势吼，空徛吼。你若华那个汉字吼，用的迄字就是华语讲缝隙迄个隙吼，这字读做徛吼啊。哎呀，实在是吼，久无读，袂记这字就是徛吼。例句，大词典的例句是无徛无空吼，拢无缺点的意思吼，无徛无空吼，无空无徛啦吼，无空无芳啦吼。讲这个物件足完美的，无空无芳，无空无徛吼，无徛。啊，所以这个迄只是什么意思？天会徛吼，听候我什么天会徛，互有春的福气拼落来算袂了，就是互天日一芳吼，互福气吼拼落来，吼福气规个安尼拼落来，算袂了。但是这只因为迄个动词吼，我印无好，所以我毋知影意思吼。听候我什么天会徛，天会徛，天会空芳吼。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？是对一字啊？我看无，是抓还是画还是错？好，这无法度了哈，因为印无好，我无法度通过水。诶，
剩上尾即段吼，即张剩上尾即段啊，但是我打算停2个遮就准煞吼，啊，就来停了吼，停休，因过来即段我就爱含后一张做一个念吼，我就念到遮。教育广播第3期吼，这是第几页？第3页哦，第3页到上尾一段遮。安尼好，今仔日读到遮，咱结束。好，感谢你收听。